歡迎嚟到看不見的魔法護盾。我哋今日一齊睇下小熊布布上網遇到咩事啦。布布同好朋友皮皮一齊用電腦查資料做功課，網上世界真係好多好玩嘅嘢呀！突然間，熒幕彈出可怕嘅怪獸圖片，仲有啲不停閃嘅奇怪網站。真係好嚇人，布布嚇到即刻遮住對眼，唔敢再掂部電腦，連皮皮都匿埋喺佢背後。熊媽媽聽到聲音，即刻行入房，佢輕輕拍下布布，問佢發生咩事。媽媽攬住布布話：唔使驚，網上有時會有啲不良資訊，我哋有方法對付佢嘅。媽媽幫電腦裝咗一個魔法護盾，其實就係兒童安全過濾器。幫手擋住壞東西，媽媽仲教布布一個口訣，見到奇怪嘢唔好撳，即刻關閉，話俾大人聽。有咗魔法護盾同呢個保護口訣，布布終於放心晒，唔再驚上網啦。而家布布又可以安心咁喺知識嘅海洋入面，開開心心咁繼續探險啦。